呢仔你手上揸住一個最新型號嘅咩啊？全新 CO2 巴士啊，同一般唔同嘅，係納米 CO2，支出嚟咧係一個凝膠狀，好似靚女咁，你見到佢呢啲面下位咧毛孔比較大啊嘛，係嘛？係。咁 CO2 有咩用？幫你做一個絕對窒息啦，將毛孔入面嘅清潔物全部清晒出嚟。第二點咧就係幫你成個面部做美白，甚至乎係幫你排走一啲毒素。成日粉絲咧打完斑話，點解人哋白得咁快，我白得咁慢？因為你個新陳代謝已經冇咁好啦。呢個可以幫你加速一個血管擴張，令到你新陳代謝加速。擺佢一陣，咁佢會慢慢起泡嘅。呢一類型咧係唔使溝嘅 CO2，正常敷幾耐啊？敷佢10分鐘左右啦。正常呢啲 CO2 咧起晒泡嘛，其實你唔使打，可以做一個手勢打入去，即係咁樣按摩。咁你轉頭咧會睇到兩個效果。望到依家粉絲一塊面超級濃密，咁我哋抹一抹先，幫你將毛孔嘅垃圾全部清晒出嚟。白淨咗喎，同埋見到毛孔咧超級細滑啊！呢個就係 CO2 可怕之處。同埋啱啱啲紅咧都退咗啦。係啊，因為佢幫你做埋鎮靜修復。正面嚟講咧白淨咗。100一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一包賣。直接咧幾百蚊，呢個仲要日本 CO2。今日幾多啊？半價。留言 CO2 幾百蚊俾5包你。呢仔你手上揸住一個最新型號嘅咩啊？全新 CO2 巴士啊，同一般唔同嘅，係納米 CO2，支出嚟咧係一個凝膠狀，好似靚女咁，你見到佢呢啲面下位咧毛孔比較大啊嘛，係嘛？係。咁 CO2 有咩用？幫你做一個絕對窒息啦，將毛孔入面嘅清潔物全部清晒出嚟。第二點咧就係幫你成個面部做美白，甚至乎係幫你排走一啲毒素。成日粉絲咧打完斑話，點解人哋白得咁快，我白得咁慢？因為你個新陳代謝已經冇咁好啦。呢個可以幫你加速一個血管擴張，令到你新陳代謝加速。擺佢一陣，咁佢會慢慢起泡嘅。呢一類型咧係唔使溝嘅 CO2，正常敷幾耐啊？敷佢10分鐘左右啦。正常呢啲 CO2 咧起晒泡嘛，其實你唔使打，可以做一個手勢打入去，即係咁樣按摩。咁你轉頭咧會睇到兩個效果。望到依家粉絲一塊面超級濃密，咁我哋抹一抹先，幫你將毛孔嘅垃圾全部清晒出嚟。白淨咗喎，同埋見到毛孔咧超級細滑啊！呢個就係 CO2 可怕之處。同埋啱啱啲紅咧都退咗啦。係啊，因為佢幫你做埋鎮靜修復。正面嚟講咧白淨咗。100一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一包賣。直接咧幾百蚊，呢個仲要日本 CO2。今日幾多啊？半價。留言 CO2 幾百蚊俾5包你。呢仔你手上揸住一個最新型號嘅咩啊？全新 CO2 巴士啊，同一般唔同嘅，係納米 CO2，支出嚟咧係一個凝膠狀，好似靚女咁，你見到佢呢啲面下位咧毛孔比較大啊嘛，係嘛？係。咁 CO2 有咩用？幫你做一個絕對窒息啦，將毛孔入面嘅清潔物全部清晒出嚟。第二點咧就係幫你成個面部做美白，甚至乎係幫你排走一啲毒素。成日粉絲咧打完斑話，點解人哋白得咁快，我白得咁慢？因為你個新陳代謝已經冇咁好啦。呢個可以幫你加速一個血管擴張，令到你新陳代謝加速。擺佢一陣，咁佢會慢慢起泡嘅。呢一類型咧係唔使溝嘅 CO2，正常敷幾耐啊？敷佢10分鐘左右啦。正常呢啲 CO2 咧起晒泡嘛，其實你唔使打，可以做一個手勢打入去，即係咁樣按摩。咁你轉頭咧會睇到兩個效果。望到依家粉絲一塊面超級濃密，咁我哋抹一抹先，幫你將毛孔嘅垃圾全部清晒出嚟。白淨咗喎，同埋見到毛孔咧超級細滑啊！呢個就係 CO2 可怕之處。同埋啱啱啲紅咧都退咗啦。係啊，因為佢幫你做埋鎮靜修復。正面嚟講咧白淨咗。100一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一包賣。直接咧幾百蚊，呢個仲要日本 CO2。今日幾多啊？半價。留言 CO2 幾百蚊俾5包你。